款物件咧讲起来，因为经典的物件，你讲到俗物件，咱若无加上咱的理解，嘛毋是遐简单咧听有物件。实相就是无相，迄个无相就是讲，我都用目睭去看到的物件，毋是会当用耳孔听到的物件。啊，无然啊，你会去体悟物件，人上有咱上无，上有咱上有咱上无。毋过人做一句话咧讲咧，思量最重要咧。啊，你若想想这嘛无路用咧，啊无然啊，因为你甲互相好路用，互相变成妄想去。但是，啊，就讲你经济的智慧，一定爱到某一个程度起来，人讲迄个物件，迄叫机业，迄叫做气。谁人听我都听无，就代表咱的程度还无到迄个所在。啊，所以今日听法的物件，你听到即个物件，咱一定爱知影。正是讲故事，正是讲因果，正是讲世界法，这是讲大乘法。啊，大乘法，因为当然这个大乘法对什么物件，咱有定是啊，对而家在使用这个，但是呢，就是一直咧扫常的物件。大乘法就是一直伫无相中的内底当中要找实相的物件。啊，你无相，你若扫无着，迄个相若扫无了，免啊找着迄个哪，迄个实相。因为，甲你用一个有，啊，甲你扫一个无，啊，来甲互你看一个有。那无叫做哪文艺，或者智慧文艺，或者啊性命文艺，或者。啊，即个你看这个人听，人真正无咧读佛法，听到这个规矩，敢是看山是山，啊看山阁毋是山，啊看山阁是山，啊看水毋是水，看水是水，啊看水阁毋是水，啊看水阁是水，咱听到无袂好呢？听到就是这样规矩。所以这个物件，就是你爱常听，爱常听，到底人咧讲这是讲什么物件？好，咱听迄个法体，我较听是听无，是什么原因？就是咱的理解的物件。咱含迄个大乘法，但阿弟个，刚才讲嘅阿伯啊，就参就讲，咱金刚经25本内底当中，佛得当讲一句，如来是为法大乘者说，为法最上乘者说。伊讲哪里讲？因为伊大乘法就是比大乘者说为最上乘者说，啊，你大乘者最上乘者叫菩萨啊，啊，大乘者叫做哪？叫做菩萨。啊，菩萨菩萨是对这个人咧讲的物件，啊，这个人咧讲的物件，即个咧甲讲者对骨以下落，到菩萨菩萨，到因果菩萨，到一般的因果菩萨，到阿罗汉这根本听无。哦，咱伫法华经咱常咧讲，同时我咧讲法华经的当中，那无称阿罗汉的识，是阿罗汉的识，修阿罗汉、苏罗丸、苏罗汉、阿哈汉、阿罗汉，这个经修啊就性命之流啊对，啊对识。好，当然，因为伊听有是听空，听空尔啦，因为阿罗汉是即空啊。因为伊是用慧眼咧看，伊无用法眼咧看。法眼是咧原有，啊法眼叫做菩萨眼，啊慧眼叫阿罗汉眼，啊阿罗汉，啊菩萨要差一格个啊。啊，佛是咧讲是咧讲菩萨听啊，阿罗汉咧听。当然你嘛听无啦，我听无就安怎会爱听，啊就识啊。啊，敢是因为佛陀讲毋对，毋是。是因为你家己无教无人听这物件，那不得，咱把这点讲，你是阿弥陀佛生会出结果啦，招来怪状，这叫做招来怪状，就是讲一粒水一粒金子伊迄叶发起来，啊有叶拍来打去，啊你叶若打去，这种就还叫当是叫做白色，就讲你今日。你下等阿罗汉，你到菩萨去，你就无输家啊！你就无输家啊！干讲个是安尼，你就一定袂当去到迄个地界。所以其实，咱一个人其实踏踏实实是要爬去菩萨地界，要去去去
金融，金融呢是上礼拜，即个拜六礼拜，我人们单位咧开迄个热情对，就讲对迄个咧先做手的班，甲犯人的即有手的先法。因为迄个较早咱医啊，是弥勒舞蹈团个，弥勒舞蹈团开始迄个因为热来当中迄个波来爱上，迄个咱应用差，但是因为迄个无单主，迄个因为咧跳弥勒无单主，以前我紧张带到来一个老年一个当时新闻的边一个伊个护家，就讲伊个即个护法，伊到时讲咱护法是怎样个伊呢对，伊讲即几期足济人甲讨厌伊个讲报袂了，但是有一日我甲写到开始伊所谓的但今日因两阿某门在规参加迄个当面单，伊迄个收迄个报费，在办一个啦，负责伊等随便者，安尼啦。当然记得是这样子嘛当然较伊交伊新闻边仔是个国家，应该讲起来，应该出来啦，应该袂到吧。这我咪说咧讲咧，讲以前你有做工的，做工伊讲坐车顶，伊就开始讲做工，对讲，几十几人，伊就咧见负责，本人当然看伊会接受的。他说咱若讲出，伊就讲10万，伊就袂啱，对不对？嘛无路用啦。但是咱若讲伊会接受，有这个机会接受，所以呢。我当初咧讲即，我人讲看基办事，咱就到时叫做关机导跑嘛，一个叫做电机导跑，一个叫做厕所出气嘛。因为到底伊即个人的意见，我是觉得就是所在。咱若无看迄个机变的死了法，但是了后，我毋知影讲迄个机开了后，规个拢听咱的啦。我竟然是点外星，我应该看迄个时阵，像迄阵你有丢无？之前你有丢无？有啦迄个佛教，我会记咱上到，迄个佛教迄个啊。说什么？我。说我。这说唔对，听来了后，就伊足欢喜的，足欢喜的，当着伊安尼啦，按太太，听人讲错。伊讲代志，你讲较清楚伊嘛诚少调一些物件，伊毋知这学落来是这我毋知啦。即摆伊去入班，拜六礼拜一班了后，伊拜迄个房间是嘛？即摆等于伊啊，叫电台锁定点来锁。伊讲，迄个国道迄个黄线即摆房间，我去听负责讲听到欢喜，即摆对个请口，拢对个请口。我听着讲个情况嘛，足欢喜啦伊总是会当个是接着这应变当中伊新闻编做好大，无情况，所以伊咧当中有个情况，所以咱叫讲拜六迎合，因为线顶网络线顶有一个60人次，都叫我去甲讲起，我袂使去啦，我毋是这个去当中新加坡的，马来的，台湾，点有听到，不要钱，变在这块在讲，说话变成安那，我听到咱们在讲钱，所有一个问题，咱好好接受线顶的讲，你今日要叫我去讲可以，但是线顶你特别来怎样？若线顶要讲，咱就来欣喜，点么是道理，咱来讲。所以因为咱讲真正要听大声法，你若想大声经济啊，要听所以呢，今日嘛真正好多，嘛真正难逼，
规定规康营造有兴趣，无对无，确实是做到对吼。啊，所以呢，因为咱进前就是讲，这个切天切啊，以前啊以前讲，咱的书咧讲啊，就是鸟当关键，这讲过啦吼。这种诸如五音不空，色心相明色，欲言色声相明巧法，不出不进，不乱不定，不定不乱，不定不乱，无这定无这乱。但是到这个所在，相性无助，敌自相正，相性无性，敌性相效。这个物件吼是个东西物件，这个相性，咱必定要了解这个相性。这个相性就是东西物件。你唔通把这个物件和这个相性的空间的不行，那你这个要相信的这个不行。好，有什么烟性？烟性，烟性咧讲这个物件，烟性嘛是咧讲不行。所以因为咱听经这物件是吧？欲言烟性，即发烟法。这个言因缘的性。这个性，因为这本来性就清净，但是伊因缘生出来了后，必须成立缘的内底，安尼。但是因性就是佛性，但是因缘生发的物件，缘起性空，这个自性造出来，所以缘就叫做佛性，相性嘛叫做佛性，安尼理解。啊，这个自性作者，佛性作者，我们叫自性，这后头叫自性。后叫做哪？清净的发心，清净，足侪名词啦啊！清净发心，这个清净完全叫做无量，因为你有一个清净无量的发心，这个叫做哪？这个叫做自性啊，叫做佛性。相性，相，那是讲叫做如如，相是讲如。啊，迄个名词用作者已经讲得来，咱而家讲相性无主，相性本来就是无这主，主就是讲白的意思，这个主就是一个解释叫白的意思，咱一定要了解。咱可能依然的时阵，这个识图的文化，这个学术一佛教，以至于这个依然。我到大学咧教嘅一个刘教授，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刘教授，我就为什我咧亲戚你一个问题，我告诉你我嘅代志，我告诉你你把你去啊，告诉迄个我是破嘅去，破嘅去。我这是我做，我这无，我说，我确实个，我是无讲嘅，我真啊，不是。伊讲吼，伊讲。做到迄句话讲，随所住处行安乐，随所住处行安乐。好，伊问我即句话，咁我一个物件就讲，应无所住。这个主甲这个主拢相像，但是它也无相像。随所住处行安乐，这个主甲这个应无所住，甲其心，这金刚经的第10本的内底当中一个简单讲出来物件。但是伊这个随所住处行安乐，但是伊爱袂使住，共这个主，免咱解释，伊就是咧问我这个问题。咱把它讲，随所住处，这个住叫做点，这个叫做点，这个点或者叫做地点的点。我今日来讲对一个地点，我来到一个环境，我来到对一个所在，我拢是快乐行，就是讲，这个行叫做不变，这个行叫做不变。我无讲今日来上遐会欢喜，来上遐就受气，来对一个所
所在我足爱去的，但对一个所在我足爱去。伊无伊离行，就是讲到对一个所在，拢就是快乐的。毋知叫做随所随的随缘，一切所在，一切的地点了后，一切处所，我拢是快乐的。这个叫做地点。但这个都毋是哦，这个叫做哪？这个执，两句话解说无相执。应无所住，这个住叫做自着，自着。自作、自着，自着就是这种意思。这个自就是自着，应无所住，你袂使有自着。你生的心叫做哪？叫做妙心，叫做妙心，叫做佛心。你若应有所住，应有所住，安尼你一百你所生的心在哪？众生的心，众生的心，众生心。安尼听有啦吼，所以这两个字同义，但是袂使解袂使解共意思，解共意思你到袂复杂。所以这个先甲你讲一声说明。但是伊相性无主，相性你相性无自觉，相性就是不行啊，不行，就是随所自住的安怎办？因为就参照偏偏这条太阳，这条太阳，因为本来就是四小时迄个所在，因为伊无伊类有暗，甲因为有光，因为伊是这个地球咧转，其实含月含这个太阳有关系。这太阳本来就热嘛，伊本来就热，就是因为有暗，甲有其实就是这个，咱好为什么讲这个地球有光传，哦。有光传正传光传嘛？你转过了后，当中你照伫咱后壁，今仔日咱就是安尼嘛，照伫直接照伫咱第一时嘛。啊，其实含迄个太阳光了，无发生。啊，你这个自性，这个相性无主，你这个自性，这个不性，你来听好，这个你的不性，你的本性，伊无自觉。但是你要注意哦，你自相执。你个离，什么叫做离？毋是叫你离开的意思。咱这个离袂使解叫做离开的意思。这个离，伊毋是，这个离袂使解释离开，袂使解释这个离开，毋是安尼。这个离的解释就是解释哪？伊就是当下不执着，无执着。当下无执着，离就是讲我看到了后，我无执着，我有执着，叫做啥？无执着叫做离。这个离就是离开，迄个开就是我无执着，无互这个，无互这个，吼，无互这个相离自相执，我袂执着于这个相执。我本来相执的不行啊嘛，我太要我因为我本来就是光明啊，我太要摕着黑暗来用黑暗，安尼讲咩意思？伊本来这个你本来这个相就是如何嘛？你以为着这个相，甲一个自我保有，你一个互伊，甲一个讲飘飘衣散，你若这个仙路散花，你甲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空想。所以变成主来执着了，这个相性，这个相执就无去啊。伊这个不性，光明的话，伊就立在上面。所以叫伊离，所以你听，咱一定要共同接受。当你今日心里边的时阵，你安住一下，你安住一下，安住就可以。我今日过袂去，过来过袂去啊，这。我小可用着安眠药，甲强迫我先进去睡着一下，这个可以。你一世人大家都来食安眠药，看看，你这身体量不好，你因为身上物件，你因为有资源要摄取，大家都食爱做药，但是你变成一个习惯，这个习惯了后，这毋是叫做如如。
习惯，毋是叫做佛性，毋是这个习惯的物件。佛性绝对因为伊就是啊，伊本来就是足光明的物件。你甲执着一个相执，你甲执着一个相来光明，啊，你会惨。所以伊叫你下就是爱义。因为相性中来讲，伊本来就是无主的物件，伊本来就是无你本的物件。但是你为着咧坐相，你无离开这相执，你得住相执，你得住咧相执，为着咧坐相，要让伊光明，啊，你有哪？相性无性，离性相执，相性的无性，无一个生，无一个死。所以咱叫做不争不果，不争不果，不争不变不果不成，是果不成，这是相性的内底，因为伊无来去的物件，伊本来就当下物件，咱就来去相性无性，咱人死去，咱人的出生，你讲离开总理嘛？其实咱人当下是这个空间的内底，你讲哦，叫做世界嘛？你到这个世界当中，你就叫世界。你若学到这个地方足济足要紧的所在，什么讲今日在眼前，远呢在耳旁。你若讲我今日讲有错，迄世界10万几千里，你用这个观念你甲想，毋是，其实迄个净土伫你的世界内当下，所以伊相性就是无性，自由。你先想象，你一定爱袂使执着你想象，要生着一个我，要来坐相，要来执相，要来互相，产生我家己的心里定的情，你有这个想象出来，拢是拢唔对。所以第三句话就讲，心如虚空，心如虚空，所以离金刚经。第4分的内底当中叫做妙行无殊，有无？伊在讲佛出诸菩提菩萨，佛出诸菩提菩萨应无所住，听于布施。所以不住是布施，不住声香味触的布施，有无？不住声香味触的布施，不住的意思我唔能执着。诸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伊个讲菩萨应如是，这个如是布施不住于相，袂使自觉这个相，袂使自觉这个如是，伊个布施应如是，什么一如无法解释，这个如咱过去捌讲过，如是伊就讲3法界，实相法界、法界、法界、到无法界。咱讲嘅，这个如是是一个清净无量的物件，咱就讲明起来。但是你应如是布施，你的布施要用这个如是的布施，不足以想，伊讲的不可思量，伊讲的不可思量。迄个布施，你来当用的不足想，袂当用如是这个想的布施，你布施毋是会当用你家己想迄物件，所以不得当说话来讲。诸菩提，东方虚空可思量，南西北方水上啊，虚空可思量哦。南西北方水上就是讲上下甲四个融合合起当中，这个虚空会当互你用一个数量去甲思量无？诸菩提不了解出。诸菩提，菩萨应无所住，迄名布施，其福的一方如是不可思量。我金刚经的第4分就讲。后边句话就讲，诸菩提，菩萨应如所告诸，菩萨应如所告诸你菩萨一定爱有这如来告诸来安住你这心你菩萨应如，你一家爱应如是诸，应如是项目其实用如是咧带着你的梦想心所以咱用如是咧项目你的其实在应如所告诸，这个妙行。妙行无处，伊讲道理就是安尼嘛。心如虚空，又无虚空之量。你今日应什么物件无所住，
哦，安尼你就妙妙无数。而这内心世界内底当中，你看啊，千工有水，千人我万里无为是万里天。而你的内心世界内底当中，太多一个虚空之量，有一个量，就一个不量啊。迄叫做对立法啊，迄不量就是无有一个边缘，无有一个限制。你咱自信中叫做充盈啊，幸福感。伊则讲法，风每是说，风就是地风，每是说，伊听着啊，进来结束，每是说，哦，进就是讲，因为无进就是赶落来，结束就是讲来进，这个业就是解释叫做进见的意思。伊来进见着咱六作业，咱六作业门，书文文，书文文，人讲何来？你这来你这，哦，你真个来，地方啊，哦，朴实天然，地方就解释咱头前讲的遐物件，伊去拄着天切的代志，讲来讲啥，安尼就对了吼。来，咱这样吼。书文，书文，心如所言，心如所言，你但心如虚空，你但心如虚空，不着空见，不着空见，盈所不眠，应用无碍，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动静无心，反省情梦，反省情梦，灵所不眠，灵所不明，性相如如，性相如如，无不定时啊，无不定时啊，空无时代我，空无时大我20年所得心， 20年所得心，拢无影响，拢无影响。伊也何北事事闻空中有声闻，伊也何北事事空相书今日得道，空中有声，空相书今日得道，空何烈时，空何烈时，空归何北。何归何北？啊，讲受归何北啦，吼，开发数教，开发数教，开发数教。方言啦，吼，这段话啊，就是因为书文，啊，讲当拄只迄个弟兄，就讲到，因为伊今仔日甲咱做就是讲，伊今仔日来的原因，是依心因缘而来，差不多安尼啦，吼。但是当中咧，比如讲书文，就是因为甲做就是甲讲嘛吼，如行如所言，如行就是如现前所讲的，安尼啦吼。我咧想个就是妙当完结这样子，这个行如所言就是讲行如现前甲你讲的遐物件，听好啊吼。你但心如虚空。不着空见，你的心如爱虚空哦，袂使得着空见哦。所以咱常咧讲，即空见啦吼，啊即空见，空有，袂使进入空见，空见，袂使进入有见，这叫做两边啊，这叫做两边啊吼，这叫做两边法哦，这爱注意。所以今日你有件这修到即空，啊，是空变成哪般空见？你袂使进入空见，你袂使进入有见，爱空有啥物物件？空有不言而已，空于有中，有于空中，空有不离。哦，这个空就是讲空性，这个有就是对空性所流露出来的用，这个叫做体。这个就是咱常心经常讲，色为空，空为色，色即是空，啊空即是色。所以伊就讲，你一旦心如虚空，袂使去着于空间，对不对？当然讲，你袂使死伫这边，你袂使说，你若死伫一个空间，后日你变怎啊？落伫一个空空洞洞，迄叫做완空。叫做완空，到时叫做완空啦，吼，완空啦。
落一个空洞洞的哦，一无所有，安尼对。所以咱在空义不离不离离内底吼，色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识，亦不如是吼。啊，所以呢，因为不着空间，因为这个空间的人咧应用正好哦，应用有关，你咧运用内底当中，你无所谓。其实，咱就去想过来内当中，什么叫应用过？毋是讲你惊执着一个空间，当你用出的时阵，你运作出的时阵，你的心无改变。咱心毋定是啊，咱想过去前过现想讲出过，哦，你人讲道理是有够好诶，啊，讲叫啊惊死人吼，啊做出来呢，要笑死人吼，迄叫做啥？迄叫做哪？说通心未通，迄个说通心未通啦。安尼听无？咱老早就讲说得通，哦，业心通，业心通啦吼，啊，自己处理通嘛。啊，说通啊，心未通，什么物件？就解嘛，啊，你不着解嘛，伊啲心有解嘛，有执着嘛，业通都未通。啊，所以咧，讲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啊，你讲嘛，动静，动，灵纳离心，动，静灵纳离心，动。显现天堂，精灵纳离心，动显现天堂，叫做动静。体育一如，无心离灵纳离心，甲显现天堂内底当中，你讲无心，这无心毋是拢无意思哦，你拢无起心动念，你无因为讲哦，我对你当中吼，我较爱吼，我就欢喜到咩啊？啊，若我较无爱，我就想跳过来。你拢无即个物件，所以我想来讲，咱今日修学过内底当中，有分做三种人。第一种人就见不如动心，啊听声而生心；啊第二种人就不见不生心，啊不听不动心。爱听啦吼，但是上悬一点呢，见不动心，啊听而不生心，这叫做哪？这个动静无，这个应用出来动静无心，毋是我听着哦，哦，听而不动心哦，啊，看而不生心哦，哦，迄个境界办无，迄个犹如哦，毋过呢，咱即马学到学死啊，但是一句咱较无介意听得倒来，有影你个想法嘛？咱即个心有脆弱无？咱即个心真有脆弱，现咱来心有脆弱。咱的心真正无法度，能去控制你的欲望，所以咱能够讲人在江湖，啊来呢，心不移。咱无当做咱自己的主人哦，咱无当做咱自己的主人，咱哦约去做咱的主人，咱哦诚实咧做咱的主人，咱哦喜怒哀乐做咱的主人，咱无把家己迄清净心当做咱家己的主人，因咱讲，咱拢要来看走，有啥有无？即听告别，听讲袂歹，所以告别是句话你就倒啊，有无？安尼有动静，安尼有应用有爱无？因为点你这个听尔，你用劲就倒啊，甲有无啊？啊无你讲看，你修学到内底倒偌济人去，修到一半了后当中，对我咧，你去当咧讲者爱笑话，真侪拢是有啦，我讲爱笑话，我毋知照讲。伊迄个当中，迄个陈真田你捌你捌啦吼，爱上头前，我咧做水沟咧看挂，做水沟咧看挂，哦，但是个当中，陈真田我听讲伊来读大学读硕士个啦，我听讲是安尼啦，但是迄阵当时周边咧为着要渡陈真田个时阵，用拼不人个，当然变过来。变到就变到大一、大三，会当接受去做，接受去修到安尼啦。虽然手机嘛重新要再过啦，啊先转啦，安尼啦。啊请讲的时阵啊，虽然是经理姨妈来当中3年8个月了后，伊就走去考民调员，要做电话书啊嘛吼。啊，这代志咱何时人知影？啊，我讲这话就是讲，因为伊怎去爱上。你做了最高迄个公司，
我标着头前迄条水沟啊，其实伊叫着讲爱上活动，爱上活动，伊知我是当经理，啊，当经理就是这伊大概了解，这个所在就是咱个经营安尼啦。啊，即马就比如问咱是理想，理想就因为大陆来吼，一个你邀请，安尼啦。就问讲，恁房间有伫无？安尼，你讲房间，你讲房间无伫个呢？迄个房间伊咧找房清经理听无？伊就是要甲迄个理想就是要叫房清经理讲，阮房清经理无伫，阮是房清经理，房新聪经理啊，那就阮房新聪是嘛负责人安尼啦。哦，爱出来就知影，爱这是叫电的，伊说咧问我讲。因为迄两条水沟啊，是因为无够钱，无所不够钱，规条要砍骨头，就一边无砍。啊，若要砍南边是北边无砍，啊，若要砍北边是南边无砍，安尼对啦。啊，这个是叫电的人问我讲啊是要砍北边，还是砍南边，安尼对啦。伊是因为伊来做包头的，啊，伊在问我这个问题啊，安尼啊。哦，伊叫电话的时阵，讲哦，啊，洪经理，哦，你升官咧吼，啊，我升天就升，无即个我是笑笑，安尼啦，哎，那么我是迄个陈真平啦，啊，我是吼，伫迄个迄个较早前边我着走去方面训练咧做点老师，我看到你陈真平，我都蛮家己有出的，恁太太讲是。阮甲做头毛时阵，二囝个当中吼，阮老去叫出请帖，我个知影咧。但陈真平在早年我嘛还没真熟，但咱一个问题是啥？我要讲这个问题是啥？哦，要讲这个。今日是要叫做应用过去。咱就经历一路来栽培，用我一小个栽培，伊一路来呐叫做应用有啊。就经历去到迄个所在，我就是因为咱音乐、咱艺术、咱和谐这些活法，安尼叫做应用有啊。但是你后当中呢，因为就经历当然离婚了后，伊就来背叛，啊，就去。伊做点物事，这个伊过去讲的道理，我过去讲的道理嘛错啦吼。迄这个道经理经、天命经啦吼，伊过去嘛做一这物件啦，对不对吼？但是迄阵讲的当中，真正讲狮子吼，沙牙口，什么叫沙牙口？讲出来了后，足震撼啦吼。但是咱今日会知影，你做出来了后当中，你来无？咱个想看卖啊。所以，甲进出来了后，你嘛讲我是行业如何，咱和谐啊好，你即嘛讲讲，这样来讲，迄个熟悉你个走去遐做点物事啊，我即人嘛知影，啊，伊讲即句出来较有力，也是讲我是行业如何的和谐啊好，即有较有力。当然就要讲起来，这就是呐，咱拄则咧讲即句，就是讲一斤等于千斤。对咱老先生就一斤一斤斤，无论你讲话的道理，甲你做出拢相同，即个不同。但是你过去讲的，一路来讲的了后，道经、理经、天命经，一切物件，咱讲照修办道当中，死守不变啊，坚守显德。你过去讲，但是即晚呐，即晚拢变了。我毋免讲是非啦，我即晚是咧讲趣话啦，吼。透过这句话来讲啊，我想定这个问题吼，什么叫道经无心？好，经就是内心嘛，道就是天安嘛。伊拄着经了后，伊这个心有变无？伊这个心有来无？拢来有变。凡圣真梦，即句讲出来，凡圣真梦，无论你是凡，你是圣，真梦就是这个无字。你无因为你是圣。无因为你是情，无因为你是烦，你自性中内底当中，因为无着风格，因为心为无着风格。凡成这物件，凡成正风，这是世间法的物件。十祖当中有一句话，我捌着
一个款，但用名言无实相。名言圣灵的言叫做名言嘛，伊迄是无实相的物件，伊迄是文字的物件。但是这个性，伫这个心如理空内底，敢有性，敢有情，敢有缘，这个目标呢，重点伫这句话，灵所不变，就会走出来。灵，这个灵，受，这个灵叫做主观心，主观的察觉心。这个受的是这个境，这个法境。这个灵要受，这个灵的讲叫心，这个受讲叫境。灵主观察觉心，就是你咧察的外口物件。人嘛，主观嘛，咱的主观意识强嘛。我咧看物件，我咧分辨物件嘛。受就是一个境。我今日我这心去看电脑，一本册，我会去察觉这个心，这种叫做起心动念的物件。我今日看人的手，我会起心动念。我就想要练手。我今日看人跋筊，我起心动念，迄个人咧跋筊叫境，咱的心动念叫做能啊，能动的心啊，所境所在，迄个所叫境。所以经过几个地方讲，若菩萨有我相、人相，后壁就叫做众生相。后壁叫做寿者相，寿者相，这两是菩萨。我相、人相就是遮走，这两个二元对立、二元对立、二元对立，走这个出来，走众生叫做分别。这个分别了，这个执着，你分别出来了执着，我爱什么物件，我不爱什么物件。现在小的这些问题，拢能所，不断人不断，不断人不断，你这两个我想、人想、众生想、比较想，咱今日菩萨，但是咱做来讲能所具名，具的是彻底，拢总好去掉，拢袂使个存在性，你的性上在当中。你若灵所不断，你性上我拢不断。现在性上我拢不断，因为你都有灵所，你都看到伊个爱，看到叫你就爱，对不对？看到你无，看到你爱，你就应用；看到你无爱，你就放弃，拢你家己的心，你起心动念咧盘点这物件，我相人相，拢你我想人相，众想。所以不得来讲。灵所普名具苦，就是讲彻底都爱要无名，就是讲一定要去掉这个具名。那安尼当中呢，因业自性担当无。咱想看卖啊，咱伫修行在内底当中，咱是毋是只心能心，能的心，这个咱的盘言，攀岩不断，咱拢以灵所的攀岩不断。灵所的攀岩，攀就是讲一直爬，这个攀岩，这个叫岩，叫做岩样，拢以这个攀岩的样，拢开始追求这个攀岩的样，这无是上的物件。攀岩的样就上。咱咧行，迄个影有实相无？迄影有实相啊，但是咱拢民众影尔，咱无找着我家己的这个主人啊，所以咱用影影哩个，所以非常可惜，所以就得到来讲，凡所有相，拢是实相；凡所有相，拢是一个影影相。
那叫做因缘所生法。两修菩萨那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一点名，一名即是义。两修菩萨来讲这个物件，因缘所生法，因缘生法的物件，我说即是空。有名一点名，因为因缘所生法名，一名即是义。因为你离迄个第二段甲第三段，我说空，因为唔起名，空甲有内底当中，你有就失会去无？毋你伫空有的物件内底当中，你原啊也来着。咱主要讲，第二段甲第三段来讲，灵所物件，后壁就讲着，无能有比了，连本必思想，对定心所起。好地其中，有无？后段就讲着，规定无论有技巧、有方法、有技术、连贯，我会甲断掉迄个十年思想，对正心不起所，正的所，灵所内底当中，我好地其中，六所名安怎讲？我会用啊无去用，我会用我无啥物去用，迄个不断必思想，我无当对正心所起，何地这么重？因为迄是自然的物件，你要当，迄毋是讲你甲当伊